迷你勇、迷你萌，你们快看，我给你们带好吃的来了！来了来了，是什么好吃的呀？哇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！你们得先回答我的问题，答对了才能吃。那快出问题吧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从头到脚印盔甲，走起路来横着走，张牙舞爪八只脚，两把利剑真吓人。这是什么动物呀？从头到脚印盔甲，有穿盔甲的动物吗？我知道了，是螃蟹。迷你萌答对了，就是螃蟹。今天我们就是吃蟹黄包哦。哇，真好吃呀！我还想吃。我也是。那就再来一笼吧。真好吃。